各位电视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《福起來咧》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。有知道呀1-2年的呀，呀體統有一些多麼，但係體統阿群妹就會知道，當聽人講有按樣心焦焦嘅感覺。故實吼，今日嘅節目當中都冇簡單，總算邀請到一個會講客嘅，也講體統嘅專家，佢係馬上咯，佢係啊成功大學嘅體科碩士。韓國係中央太空藥廠嘅博士，韓國也下學當地嘅啲台北工廠顧問公司來做研究員。佢喺馬上咯，佢喺美濃嘅客家子弟來分享林永遠先生分享。阿群妹，各位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美濃嘅客家子弟林永遠，今日非常嘅歡喜來到福起來嘅節目，同大家看下材料哦。我唔錯呀，真嘅係當難得，做得邀請到呀專業嘅人來同大家用客家話，韓國用下簡單嘅方式來講體統一件事情，因為體統一件事情，大家可能都懂嘅，韓國又同人嘅生命啊、財產啊，全部都有關聯。故所大家咪懂關注一件事情。蘇先生，我來問一下，呀老師吼，你自家因為你懂了解體統嘛，跟我想你應該唔會講體統啦吼。還是會啦。跟你自家有下印象下深嘅體統嘅經驗冇？其實從韓細時期啦，有一年阿媽就突然講，讓體會圖咯，然後又感覺體圖運轉，我就感覺怪奇怪冇一個體圖啊，所以樣啲就係有一些貧血或者昏眩嘅，你感覺係啊，就是把錯把那種挑釁的感覺當成係體圖，唔係真實嘅體圖。唔過我真是感覺特別點樣嘅體圖嗬，就係我們。之前咧民國88年中央議事後，給民意給都好，我們太好快學，我們喺度書上面嗬，就發展體統，所以當嗰啲同學啊，就喊唔紅起來啊，就喊一，之後就感覺就嗰種佢邊博門啊，即係筆啊，就係油麻嘅，幾神奇。嗰時候嗰時體統嘅時間啲哪一片？啲台北。係咧，冇啲台南。啲台南，太好嘅時節，啲台南圖書嘅時節，嗰時候感受到嗰種體統，嗰種時嘅正陽係到董事嗰邊嘛，對不對？台中幾大所在，嗰時候唔啲台南感受到嗰種舊年嘅體統嘅嗰種威力，係印象當層嘅。係啊。當然其實有體統咩造成當人嘅傷害啊，韓國。對於當到體統嘅陰影，應該當然都係對啊921體統來嘅，因為嗰陣時真係係嚴嘅。對，甚至到眼一下，甚至一下感受到，體統嘅就會知道心焦焦，甚至嘅心臟會跳到各位體統到高聽啊，喊心臟喊啲嘅跳。嗰時候，上來大家按講呀體統係樣板來嘅喏，今日就像先生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哦。好啊。先來講一下，嘅體球當中其實有動到嘅板塊，我們現在準備好上地科課咯。係啊，18枚。對。認真談哦，喊難順利來講哦，因為有個可能會考哦。冇錯，會考。係。其實我們學法哈，我們學法講嘅歸正經哈，就是地震的主因就係體統嘛，就是體位圖，所以我做乜嘅體位圖呢？大家都嚟看到我們全球嘅板塊就分布在安內樣式，好，我們台灣企業片，所以我們都好似菲律賓排板塊同歐亞板塊一之間，所以講也就會體統造成嘅原因安內。嗰時候也全球有按到這麼共用嘅板塊，台灣就按用度好，啲嘅歐亞大陸板塊跟菲律賓海板塊之間，所以常常說我們總結體統就會講到板塊嘛，就會因為有個原因。韓國講到板塊就後來講到體球低度嘅構造，對不對？係啊，所以講做乜嘅板塊會圖呢？嗬，其實我們來看我們嘅體球，體球就像我們一個稜角，嗬，而家線而家然後就係我們嘅地核，而家肉嗬就係地涵，嘅皮呢就係地殼，人家他所在的地方就係那個稜角嘅皮，就是地殼。一個皮，所以講我們再來看上下一種圖片就可以看到嗬，所以體球內部嘅岩漿嗬就會噴出來，
好俺们黑到梯那个电轮梯缝就系岩石圈。岩石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地壳最外面嘛，对不对？也底下边呢就有一个圆圆的软流圈。软流圈，这边是岩浆。所以岩浆按呢喷出来时候，就会把这个软流圈跟岩石圈去推动。就会从一个机器按呢运输带按呢会把它移动按呢。我说，它从内部岩浆按涌出来，推动了我们的在外面的岩石圈，就抽成板块会移动。板块移动就会变成像是梯筒一样。没错。但我们刚刚有讲到台湾黑的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的交界处，所以板块的边界其实还有某种用嘅类型的底下图片没有，有没有？没错。所以板块边界有三个类型哈，就是像我们讲的一个中央极哈，就是在大西洋、太平洋哈，这边就有一个中央极，就是岩浆喷发出来，所以就是会推开地壳，所以也就重的按你分布起来，其实伊嘛係一个山脉形式，所以讲我们讲地球上最长的山脉就係其一个中央极。因为它是按用送出来的，所以它算是我猜第一个张裂型板块。对。第一个就係有送出来就有下去嘛，所以讲都去隔壁花哈，就会有一个隐没下去，一个去下坡，一个去上坡，就会造成鸦片就可能嘛有岩浆摩擦深了之后就会喷出来，安尼，就形成火山或者是山脉造山运动，安尼。有人上来就有人下去，所以这个就是像这样子的隐没带，那也是像聚合型的板块。对，好，所以卡叔讲有发生到海神的话哈，就可能有一个火山，像最近发生的东加嘅往那个火山爆发，就会起一个海神。还有俺们台湾哈，就是有岛湖嘛。同日本这条有一些火山，连空卡的话就会我们看到岛湖安尼。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复杂的错动型的板块。所以讲可能在中央极或者说在陆地方可能有板块安尼，就讲空卡就可能错动，这样子让你左右裂开都。所以也个就会三种形式。对，故说有种图片系同大家来分享到吼，先来做嘛个 TQ 底部跟它里面的一些变化，会抽成那板块的活动板块的活动有分呀3种真到按台湾来讲，刚才一直都讲到台湾的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之间，那而且还有看到我们有2个聚合的地方2个呢。没错。就是因为台湾哈，就如何在菲律宾海板块同欧亚板块碰撞的地方，在南部的时间哈，菲律宾海板块还可以上荡高。在东北部的时间呢，菲律宾海板块是隐没到下片安尼。所以他们有一些的按用像层贴那种交错着的。所以我们的中央山脉就按呢，就是造山运动按呢形成的。当有暗狗给闪呢，对不对？因为一直在这样子的造山运动，每4支都按台湾一加有梯筒来发生，就会引领我们处在一个板块都容易按用紧冲的所在。对，那接下来哈，来讲一下，你看一张图，就底下台湾真的有动到给梯筒。先来梯筒，我们有一个地震带哈，这地震带我们有小扣整理一下台湾发生梯筒这个素材呢，用颜色来标示出来，可唔可以请欣赏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？好，头先我们有看到台湾是属于双隐没带嘛，对，所以讲我们东部的乡亲朋友哈，可能刚刚发生的梯筒的几率过多嘛哈，对，就因为我们就会从欧亚板块同频率最高，菲律宾海板块碰撞的梯缝，所以那个梯缝呢就发生特别多。过来就喺东北部的地震带呢，因为Okinawa这条地形呢有在扩张，所以讲这边有几多的，像宜兰嘛有几多地热跟火山，所以那边有几多的外海可能就有一些梯筒的情形。西片上，在贵阳村的地方就係我們西部的地震帶，因為我們東喺到去西部要有地方嘛，因為都是平原，又有地下水豐富的地方，所以幾多都市都去那邊分布。一個梯筒印圖的話就可能
正圆归浅，好，所以就够容易发生梯土，我们就刚刚归养出安尼。我唔错呀，按多年来大家印象当中，要出题92韩国啲民国32年应该啲苗栗有一个大梯桶，全部都系算西片色嘅，抽成下洋葱嘅梯桶安用嘅情形。所以讲，我们做来对比那个活动断层的梯土吼，就会刚刚看西部地方有几多的活动断层的分布情形。一条一条的意思就会断层，对不对？一条一条的。就会研究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也公布出了有36个活动断层的分布的情形。看到比如说看到个西部的地方几多的断层带。唔过我有一个问题哦，因为像我张买房嘛，我就会懂少一件事情，就会讲这个地质啊，会想讲哎呀，我喺啲所在上的安全无啊，我相信得当人嘅共用。故说，有按用嘅这个地质断层的这个分布图，喺讲带到呀断层当个，会有危险无啊？其实因为我们对梯土冇什么了解，所以讲会讲哈。他是讲我们有做好安全的调查，准批的话，其实梯土其实是平常的事情啦哈。所以讲，假使讲刚刚你录下地方係咪去嘅斷層帶，你做得上地調所的網站去查困難的係咪去給片這樣？嘿，故說做得了起名哈，不過其實斷層在這裡，地震不一定發生在這裡啦，對不對？呀，其實有動複雜嘅原因。所以講平常的時間嘛，做得請專業的技師來調查，可能錄下安不安全？按錄下這個嘛，可能會準備好一些安全的措施。冇唔錯，今日節目當中哦，唔單止可以同大家來分享上來梯桶係用版來嘅，還可以同大家來分享遇到梯桶嘅時間，我用嘅係有哪條事情做得做，做唔得做，大家聽咗可以好好數看咯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再來。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咧，我係鍾意權阿權妹。今日節目當中吼，我同大家來分享梯桶，可能大家都懂講梯桶，不過了解到梯桶係樣板來發生，韓國按樣板來保護自家，其實也比講韓卡重要哦。故說家下今日嘅來賓就係林永遠先生，又同大家來分享到，上來也梯球當個樣板會形成按樣嘅梯桶，就係因為當波有一啲板塊，有動到嘅板塊之間可能會停通啊，會這樣子聚合啊，或是張開啊，也會錯動呀的。故說抽成會有按到嘅梯桶，尤其台灣地啊，這個兩個板塊的雙隱膜帶，有兩個隱膜帶，故說動接有呀梯桶來發生。我相信到天時機條線觀眾朋友都同我共用，大概一讀到梯桶過後，細就會打開那個中央氣象局有冇？細嘅愛看嘅梯桶嘅預報，然後很常還會宕機，因為太多影響來看呢。故說就像人家天時當我看到嘅一個圖，也係按到中央氣象局的地震報告，對不對？這個是111年1月3號的地震報告。上來一隻梯桶嘅報告，愛同人講哪條資訊哦，來問一下先生。好，阿坤們，我們做得好，是氣象科，還有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，還有縣市政府 APP， 它總共有下載也的 APP 的發，梯桶第一時間發生的時間，我們就會收到一個報告。所以講，你看到報告的時間就看到哦，一個有編號，從一百今年梯桶就會發生到1月3號，那個時間 V 的所在，好，還有一個地震的深度去地表下一度深度。還有最重要就係伊個規模，瑞士規模6.0。瑞士規模，然後損痛嘅圖片。損痛圖大概1、2、3、4、5號，6號就是我們的震度，所以規模同震度就會冇相同哦。對，這個規模同震度，我先前的特殊嘅時間啦，我就同人家搞混。但是像這邊寫瑞士規模6.0，這個數字的單位係同梯圖當個嘅數字的單位係冇共用嘅哦，對不對？像瑞士規模哈，唔係歐洲的個瑞士哈，是一個研究員叫做 Richard 哈，就是我們看到瑞士，對啊，有容易會翻成是里士哈，
全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去计算也地震的能量的胎 C， 好，所以亚摆梯筒哈就会6.0，好，有小数点，因为经过精密的计算，所以讲也有小数点6.0。啊，米给梯房在江苏的长度无相同，所以讲像人员台北刚刚系4级，哦，台中可能刚刚系2级，所以是无相同的。好，啊，你就会有发现哈。地震的震度呢是没有小数点的，然后还会搞一个级字，然后加个地区，那个地方发生哪个第几级啊？古时候大概谈到的几级大地震，一般来讲的是震度了，对不对？震度这样，只要有级的就是震度，没有级的就是瑞士规模。哦，其实懂人可能就会，所以广东人就会讲到，亚白地震是规模是6.0嘛，有的人说，发生了6级的地震，不过其实哈冇6级地震哦，我们全台湾今咪刚刚的情况冇6级哦，最多应该4级而已。这个搞混，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先前搞混冇相关，因为可能懂人都会搞混，不过也哈 ND 的吼，有级的就是震度，但是这个没有级的，它很多瑞士规模，地震报告是资料上面会写的这个瑞士规模，它就是没有级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刚刚讲的有 keep 的 keep 的，呀，它有一类资料同大家来分享一下。一般来讲，这个3级以上几乎是冇乜嘅感觉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到 TC keep 就会吃到哦，有一些的电影讲的哦，有感觉的哦。但是到 T5 keep 还有分5弱5强、6弱6强，怎么解呀？5、6 keep 还爱 TP 来分强弱呢？没有阿佢们拿到最新版的地震分级表哦。哦，真的最新版的。因为就喺第5级跟第6级啊，因为大家就刚刚好像没有差别，因为就是归台嘛，不过唔可能。气象局亚摆就会在109年1月1号就开始公布一个新的分级表，就会因为5弱跟5强哈，有种人会讲说会多，有种人讲说唔多。哦。假使讲唔讲都是5级的话哈，那个防救灾单位啊就唔滴要用来去救人。哦。像因为同意哈，可能也那防救测试会冇相同，所以讲在第5级会分成弱跟强，还有第6级会分成弱跟强。对，6弱6强。啊，不过太体来讲。T5 keep 啊，可能大家就会吃到非常跟电影一样啊，可能也个重文啊，可能会有的变形啊，壁可能会有些的必损啊，假使讲也个不可能太 Q 的太 low 的，可能会有些的损害安样。还有像隔壁个就是讲屋内的情形嘛，吼，一个屋内其实是一流的情况哦，所以讲调到讲还9流嘛，所以可能才2级的情况，你就刚刚要有一个归台。真劲啊！真有爱讲的，个摆。9流甘肃到嘅梯筒，因为9年嗰種是我當2年生，我還冇特別吃到恐懼嘅感覺。不過前一步嘅第9流，我真嘅有想愛走退，有想要去逃命的感覺，好可怕哦！就會嗰種時嘅感受到那個搖晃是程度是很大的，對不對？所以有下載這個 APP 的話，收到資訊可能講你嘅梯房看只有2級的話，你就唔是驚，可能只是建築物有更嚴重的情況。哦，了解。不過係講到呀 T6 keep 就係懂電影講哦，它可能是會6弱的話是導致站立的困難，6強的話是可能係冇辦法去嘅。再過來韓康嚴重就係 T7 keep 就是山崩地裂。冇錯。輕電影講嘅就係呀對，古時候亞總表啊，係同大家來分享漢白啊，你啲啊這個中央氣象局看到的呀梯筒嘅報告，有看到單個嘅數字表示講就係這樣子不同的震度，你就會小可會低，係多少的震度啊，幾級啊，就會知道哦，其實呀只梯筒冇按嚴重，大家唔是按緊張，對不對？冇錯。對，就古時候同大家來分享呀，輕重要嘅素材就係有，不過講到呀梯筒吼，就會講到梯筒嘅震央、震源，震度剛剛講了嘛，那震央同震源有乜嘅冇共用呢？好，像調到1月3號的梯筒就是地震深度是19.4公里嘛，哈，所以說我們氣象局就偵測到也呢地震的發生的地點就是在這個地方，哈，離地表19.4公里，好，所以講也可以就看到地震的深度，然後這個就是地震的來源，看到震源，好，那垂直到地表的話就叫震央。
哦，古说梯桶这是 T belt，T belt 带下压片发生梯桶，这里叫做正圆，然后垂直上去，地平面就变成是正压。对啊，还有阿 Q 们有发现到一个小圈圈黑马给毛。迪耶，爱香港怎么那么浪漫，还要帮他画泡泡？一个哈就喺地震报告落嘅時候，當我同大家講哈，一條喺過去一度拜發生嘅梯桶嘅正圓嘅地方，所以它全部把它標出來，所以有看到很密集嘅地方喺其他片，就係佢們菲律賓板塊同歐亞板塊嘅邊界壓片，所以講板塊運動專門可以常常造成梯桶嘅原因。哇！古時候呀，真係可以完全看得出來，他們就是地震非常動接會發生的所在，所以像這邊已經幾乎是飽和的藍色了，對不對？貴島梯風其他邊發生。嘿，有發生過一度誒。古時候大家了解到梯桶嘅報告，上來當個啲嘅寫嘛，嘅相信大家喺埋啲嘅看唔單單係梯桶嘅報告，也係講看新聞啊，也係講看資料，聽說會有很加完全、很加全面嘅了解。啊，不過讀到梯桶。除咗愛了解佢以外，咪愛同注意啊，梯桶會發生嘅災害。基本上特別大嘅一個聲音愛同大家來講，而且這個災害係俺平常時冇按了解到嘅，俺平常時了解到可能就係木崩鐵啦，東西跌下來啊，按樣聽聽。啊，不過其實梯桶還會帶來其他嘅災害，錯冇？係冇錯。比種講從俺頭前看到嘅。好，所以。因為梯為土嘛，所以講可能我們的梯土的時間就可能會造成屋內倒塌，冇就地表的斷層，橋梁嗰條都壞起嚟，那脆氧之後可能就會造成土壤液化，等下我們會做一個實驗哦。好，還有可能就是佢上當後啊，可能就會塊體就壞掉了，就崩掉了。啊，更買可能就常常有發生到雪崩嘛，係啊，還有我們最有時間會尷尬，就像海嘯，因為海上發生梯桶嘅話，可能就會造成波浪會開，所以就按用搖就會發生海嘯。可能有傳到可能其他國家安尼，還有其他。可能人屋內壞起來，可能瓦斯管線嗰度都壞起來嘛，所以可能會造成一些爆炸各種嘅情況，我們就看到複合型災害安尼。了解啊呀，根本要做個呀土壤液化的這個實驗，呀，俺準備一個水族箱，水族箱我們來模擬我們的環境啊，帶下就是我們地表上面的泥土嘛，我們的地層在這裡嘛，對不對？啊呀，它不給厚起到蛋糕哦。係啊，所以我們像講我們咧屋內蓋好嘅就蓋髒咩，啊唔過我們土壤裡面啊有條坑啊，又有一些水分，對，所以講我們模擬我們土壤裡面有一條水分，甚至講有可能落雨啊，落雨就是地下水含量很高的時候，所以一條水原本是在土壤裡面嘛，那我們嘎施工把一些土先把它蓋起來哈，讓它那個水分感覺好像是在地底下，在地底下。這個奶底度一般都會有一些水，然後我們現在倒了一些水進去，模擬有水的狀況，再個填一層奶豆蛋糕，按用水喺都帶下嘅哦，喺都凍紅嘅哦，唔係到表面嘅哦。係啊，正常情況，我們地表上就會奶嘛，和沙票嘛，就按你哈正常的情況。對。卡叔講哈，一擺發生了梯桶，按眼都卡起一片啦，係吧？好，我們就模擬一下梯桶，你看。條到水就不出來呢。真嘅呢，因為哇，房子呀，不幾跌下去，又開始向下嘅感覺。房子可能就會因為液化關係，就會可能會傾斜倒塌。就傾斜了。故說水本身係含到呀奶豆度嘅，因為按用粗啊、搖啊，有可能會把水搖上來。就是把奶就壓密下來，嘅水呢就可能不出來。剛剛看到嘅部位嘅情形，係有些有一些傾斜之後，然後有一邊開始下陷。對。所以它是有可能會按用覆嘅會跌下去嘅。就可能會倒塌。會被淹沒或倒塌。可能就折斷那裡。古時候像地下水含水量很高的地方，可能就係台灣西南片、亞片，這地下水都比較多的地方，是不是就是它是有按用土壤液化的災害？所以最後講，我們嘛做咧上地料所沒有裝，看一下土壤液化區係其他片，我們可能就會注意一下，可能內陸卡係咪有這些分布，
胸口好有强的话，嘛做来去做一些调查呢。哦，了解。其实这图刚刚那图，你有的去这片土壤异化区，不是这样哈。其实这只是一个大范围调查情况。对，还是爱请专家来考听，对不对？某一天这片就喺土壤异化区的集中区，没过养村啦。爱去调查，不过不是紧张，好唔好？今日嘅节目当中就係愛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還有含較多內容哦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鍾意權阿權妹。今日嘅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講一件又專業，啊唔過又同人生活都有關係嘅事情，就係呀剃頭。也按多年來剃頭嘅時間啦，剃頭以前，人手機就會數到一個動態上有動漸嘅 B， 韓國就數到一個提示。見講唔講，等下可能會有一個剃頭，哎呀，等下真見過冇見到，沒有剃頭就來耶，然後就有人講吼，沒有收到這個警報，是國家級邊緣人，對不對？那唔過，真係要知道這個剃頭嘅預報系統，佢係樣板來說呢，真見有預測剃頭嘅能力嘅。好，如果我們做的了解剃頭的預警系統哦，裡面科學家就有知道。剃頭的坡哈有兩種，一種是實體坡，一種是地表坡。好，就譬如我們講正源在地底下發生呢，是嘅哈，也就會傳遞一種 P 坡，一個是 S 坡。P 坡就是一個縱坡，就是這樣子左右這樣傳遞出去。這樣。速度會高，每秒6.5公里。S 坡就是像我們拉那個繩子，按你一直甩哈。所以它會這樣子。就是會有像是這樣子的橫坡，這樣子會去形狀。好。這種實體坡，它可以穿越地球到另外一端。好，那如果到表面的話，地殼的話就會變成我們的地表坡，有雷利坡跟洛夫坡。所以會看到那個地表坡啊，它就是轉來轉去，我就有了有去。所以講，實體坡做一個夾，不過地表坡呢，在我們地表面搖晃的時候，破壞力最強。破壞力最強，你做得來看一下圖就懂清楚哈。係啊，所以講從中北閩南地震哈就會發生3點57分26秒時間哈，我們在10幾秒就收到一個 P 坡的訊息的時間。好，再過來。但是 P 坡很小哦，小的。那 S 坡呢是比較大的。動態。好，加速度，它的是速度很快的。然後再過幾秒之後，你就發現台南梯區居然有大樓倒塌。在台南。係啊。剃頭發生到閩南，不過台南嘅大樓崩塌咧。好，從閩南傳到新化，台南新化，再來到台南市區，所以講。我們可以爭取這10幾秒的時間內，如果有爭取到 P 坡跟 S 坡這個坡形的話，我們去計算，可能接下來可能會發生怎樣的規模的地震。好，就是講台港科學家在致力於研究要點位地方。對，故說用按用個時間差，因為人家看得到這個 P 坡它的移動的速度是每一秒6.5公里，6.5公里哦。再下一個我們看 S 坡，它是每秒3.5公里，按用差不多差不多2倍嘅時間。沒錯，對不對？故說人就會爭取這個小的坡跟大的坡的時間的檢查，那時間差就會按逃命的好機會。沒錯，所以。像亞白，我們告訴講，去 S 坡之前有偵測到這兩個訊息的時候，看看在短短的這幾秒當中，我們如果有透過訊息，趕快email 或者是一些手機訊息通知這些大樓的管理人員，把那個瓦斯爐關掉，瓦斯關掉什麼自動化的話，我們已經就崇尚那個 AI 系統嘛，所以講要的資訊如果有透過 Internet 網絡。AI 的系統，我們就可以趕快判釋出來，然後提供給各需要的地方。就按樣，醫生沒有個時間，醫生沒有應該要拉好來做好及時的準備，比如講改空一空啊，對不對？要躲起來啊，會準備好啊。我就說你可能會上電梯的時間，收到地震訊息，我趕快摸一摸，我會把你一的時間就困在裡邊。
像上班梯桶就会等于受困在电梯里面嘛。哦，对，故说其实这样子的预警系统，其实是有加个科学的根据，从嘛，对，它是有科学的理论的。呀，用班的运动没同大家来分享，故说大家唔好忽视数据提倡嘅这个地震的预警系统哦。今日除咗愛同大家來分享梯桶嘅原理以外，輕重要嘅係就係同大家來講，梯桶嘅時節愛用解釋。先前其實有一些嘅迷思，也咩係愛去家當接談到嘅，比如講梯桶誒，剛才沒有講到啊，夾起來壓死關停啦，來我們嘅天總電源可以關掉啊，又係講門然後佢打開來，從門打開來，係講梯桶嘅變形嘅發電係就借唔出去嘅，像按用嘅做法，雖然係正確，也係唔正確嘅。好，其實因為人會脆弱，所以講梯桶一發生嘅事嘅可能做咁多事情，所以講當下嘅時間你就可能會先趴下來，因為梯桶可能像跳到阿群嘛有嘅時候，氣急就是大家都總得站立了嘛，所以講你可能發生嘅話，你可能就會往倒。所以講，立刻就要馬上趴下來。好，趴下來之後呢，因為我們鋼筋裡部大腦、脊椎都很脆弱的。好，一碰到撞擊可能就會不好。所以講我們手就會按嚟減緩。按用，然後佢鉗的。減緩條啦。好，假使講如果有嘅規律好的時間，就會板論好。一扎樹板論，一扎樹護着你的鋼筋安尼。要講拿個靠枕頭按用，做得冇？假使講隔壁有會發啦，係做得拿。佢講壓下發成梯桶，佢就做得後背拿一個枕頭這樣子。唔好像可能隔壁有東西，你就只過去拿哦。可能有個這個東西掉下來就戳到嘅。有，因為從上擺嘅隻梯桶嘅，就會看到牙布卡嘅天賦按用。然後佢係塞條做嘅天賦嘅動腳佢會跌下來，佢講有陣時間嘅按用亂走亂衝就動有可能本嘅天賦打到，對，所以今後嘅做法應該係梯桶嘅夾固下來，保護好，也係要好空起來，夾順風就近就空起來，對不對？冇錯。假使講喺醫療嘅話其實就有時間走出去嘅話，就早嚟走出去。像嗰度學校可能在防演練嘅時間醫療嘅同學就可能先走出去。醫療以上嘅同學可能就因為太高都走下去嘅話，可能會就是碰撞，就往倒、戳倒，反而造成更多災害。所以講2樓以上嘅同學就可能就是趕快趴下來，找掩護啊。那講到找掩護嘅頭擺，咩有談過一個按到黃金三角。黃金三角其實咩唔聽錯係錯嘅。我先跟大家講一下黃金三角是什麼，就係講比如講嘅順風有一個要做嘅嘛，我就唔好空到做嘅大下，我空到做嘅順風，因為當個還有東西跌下來嘅話，就會按鈕，這樣子就不會砸到我，我就有一個三角形的空間。那這樣到底是對還是錯？其實我們走到去921地震的博物館就是頭擺嗰條校舍倒塌你們就看到1樓都是梁柱直接垮下來，2樓的其實都還挺的，還保持得很完整。所以講可能就是會傾斜，那你躲在黃金三角的話，可能還是會被其他東西打到。其實只是運氣好，沒被打到。對，所以最好趕快就是趴下來找掩護安尼。不會跌下來嘅行係不會跌下來，不管你有沒有在那個黃金三角，今後就會傾到一個做嘅空都做嘅大下，對，至少你有一個穩的東西做得來保護你。所以黃金三角呀，件事情沒冇聽錯係真確嘅哦，對不對？跟大家來講這個迷思。韓國還有清楚有個係空起來嘅時候有一個口訣叫做DCH，DCH 係乜嘅意思？好，D 就是趕快鼓下來，蹲下，對，蹲下來。然後 C 就是 cover，就是你的那個鋼筋嗰條，鋼筋。然後 H 就是 hold 住嘛，hold 住。你開始講你按你個剛剛歸有，你就拿一個樹，另外一隻樹嚟板論。也就係 DCH 係講讀到呀，梯桶嘅時間，聽說我記得。顧下來保護好牙嘅頭嗱，行個鋼筋，行個梯上就係愛做很做穩來，穩定起價，按樣就唔會彎到，對不對？好，韓國呀，當然都會講呀，不卡聽說愛準備呀，這個災害急救包呀，基本嘅福氣1米咯，愛同大家來分享嘅緊急避難包身咯，愛不用乜嘅來搶，先生同大家來講一下。好，所以因為
剃头时间发生的过突然嘛，哈，所以讲在准备的话就可能来唔差嘞。好，所以讲平常的时间大家好，就是有一个小包包，对，可能一条衣服，好，比如说你可能被困住了，可能会昏晕，所以讲有衣服，还有鞋子的话，就做得让你会比较安全，比较保暖。哦，按用这样出去唔会弄到玻璃啊，叫唔会疏松呀，对啊。然后还有我们最重要水嘛，一定会带暖。水，韩国。湿的东西，然后这个糖讲数天同当中药，数天同当中药，因为他是讲喺暗部条发展的话，你看唔到啊，你觉得数天同看唔到，如韩国有这个急救包，对不对？韩国有湿的东西，韩国水要准备几多日的分量？可能3日差唔多就拿白了。3日的分量，故说提醒大家，真紧做得准备下紧急避难包，就不用到那个门嘅顺风，好，拄到那个乜嘅载好嘅时节啦。唔讲喺梯图也係乜嘅负载，你就拿点就出门呢，对不对？按用保护自家嘅方式同大家来分享哦。故说我们哋今日天视机条前嘅观众朋友，有學到呀梯圖嘅知識，韓國學到用嚟保護自家冇啊。今日什麼誒呢？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，謝謝。咩什麼天視機條前觀眾朋友嘅時間休息下來做運動哦。福起來嘅朋友，記得去人哋面書簽讚，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哦。